以迷泳。哦，可以迷泳了。可以呀。哎，乖乖咱们看，前面也就有果子哎。有呀，有吗？雷梦。雷梦。雷梦哎。里面做懂不懂企业呀嘛？呀，懂吗？葡萄酥啦哈。嘿，水果里面吼，哎呀，这个味素，请个传汤。哎，在他家里是好食的果子料理，公有机。懂到好吃的东西带本。宜宾人是马家菜，就是阿凤嘅菜。遐间啲沙子发挥工厂都嘅客家传统，迄条嘅阿凤嘅当时坚持理想，希望当无限嘅客团人做得啲俩片强悠悠嘅风景度，好好来表上神情，强苏美食。哦，虽然一地方有果子，嘛有虾仁，啊，一个酱係乜嘅醬？雞脷醬，雞脷醬。千岛沙拉酱，那种有气势，还气死，对，其实都变动力 OK 哈，对呀，因为满足满错的啊，不知道给厨师啊，开厨嘛，没出事了啊。哦，那下工炸工哈，哎，炸工哈，而家啲下工嘅水嘅質量都地方，水源都地方，然後迄個下次地方係叫你涼叫你下工嘅質東西啊。眼看是的是嘅sauce嘅醬，唔過你記得醬幹嘛㗎？千岛沙拉醬，還有氣死粉，真是，是改動咪？看下米線哦，這是懂技術。記得醬盲地同安尼不這，地面按它吧。觀眾朋友，這邊是落記得醬。加 cheese， 加千島沙拉，係按下邊東西。你知道嗎？那種客家同西洋嘅東西，佢都講下，神奇咧。有中央感好不好？懂得你們當時還是比較重。不是，你看你有他中央哦，你是懂得哦。他總是有講過，所以其實用當歸嘅水果，唔係當歸哦。西龜當歸嘅時節嘅水果啦，吼，時節嘅水果吼，果子類做嘢出出面，有火龍果，用火龍果，水梨嘅，水梨嘅，嗰時係寒天多誒，就寒天的水果，寒天水果，乜個水果係看呢時時節出嚟。創意果子下年，除了有下果、果子。客家結醬、塔醬、起司絲、薯河粉、雞卵。佢做法係先同啲下工學學薄劈，揾條粉嚟，變到油鍋就歸婆多拆以後呢，填埋落，沙來同個火龍果、梨切成塊，用客家嘅結醬。同嘅下工啦，嗰個果子就拉邊圓，再從火龍果嘅果肉調得出來，同拉好嘅食材呢，用到嘅火龍果嘅學嘅地方，俾到嘅 cheese， 用塔醬做粉醬，安尼創意果子下年就開始嘞。開廚好主意，哎呀，今日來人等然後阿龍過咗帶好食嘅本色。喬波龍太廚係佢先做峨眉客家人，佢同佢同嘅客家人數學融合到創業料理之中啊，特別好就俾大家看到木炭炭。其實係當有才華嘅後生之處，過來看啊！你今日好帶嚟乜嘢高級嘅料理？哦，今日帶出嚟乜嘢好食咧？用飯蒜，用蒜呢，而且因為飯蒜呢，還有 tomato sauce，自己做的。tomato 絲，做的沙拉，看到。哦，那麼，又是蒜絲 tomato 醋絲，對，飯蒜 tomato 用成吃沙拉，好唔好？沒錯，蒜的醬、西蘭瓜、
tomato、葡萄干、旗舰插、柠檬、蒜呢、吉酱、乌橄榄、tomato sauce、胡椒粉、butter、鹽、湯、橄欖油。一般係幾集，一般係幾集，好咧。觀眾朋友，嗱嘛，今日要做一個可以反映乜當康健呢個料理哦。先嚟掛，太開嘅，俾你會糖、胡椒粉啊，當後是難嘅吼，冇啦，胡椒粉啊，味道啱食嘅吼，味道唔食嘅，誒派食吼，我今日天唔食，咩嗌？係你好麼？結醬，誒，唔會做得咯。冇聽到啦哈，啊，你慢調吼，係慢調，你慢調，等馬上收養他們啲吼，慢素養唔啲，我睇我搞得較惡心咧，上到我乜嘅，哎呀，香油好冇？有一個亂咩？哎，觀眾朋友，冇人沒出菜，冇學做啊！有冇學做啊？咁樣，要反應用嘅，哎呀香，哎呀！啊咩？哎呀，很香哦！有道。哦，你係咪同樣切一地一地吼？一地一地。好，放蒜。按腳都可以食咧。誒，好，也胡橄欖。胡橄欖。好，你睇，嘅米啊嘛，別係嗰種係反正強嘅，誒水變水吼。反正強嘅，進反正強嘅水啦吼。誒，這個時候差不多30cc吼。好，你睇，tomato 落去，哦，葡萄乾，吃鹽茶，誒，你睇鹽茶，哦，安個電靈瓜，先嚟講，吃鹽茶係客家米、客家菜啊，地位青葱嘅一個食材吼。當然，第客家米地位係魚雜、結醬、鹽、誒，橄欖油，係會唔會？呀，tomato sauce，哦，tomato 吃，安個橄欖油，安個一啲的鹽，呢度嘅鹽，也是味道，嗰種嘅。嗱，味道嘛，味道嗰種嘅實在然後嚟食嘅。阿龍哥，老實講吼，也係人嘅分間地位啊，實在然多冇特別，一定要，一定要有，誒，當然是有，當然是有。大家是出康健啊，好咧，誒，嗰種嘅結醬，哦，按병3湯水落去3湯水落去，好，嚟，喂，誒，胡椒粉不愛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好，我哋當好款吼，當醬，好，湯款很有冇？你唔辣吼？唔辣糖係啊，一少時有一些像意大利嘅油醋，是得啦，可能。你米咧要變吼，變唔變？佢反正強冇反正強嘅米線，點到特別福州同佢吃嘅米線較重，而係咪？好，一定嚟，得用嘅檸檬嘅清香吼，哦，專門食到拍攝肉嘅部分吼，會腐吼，一定總得食到拍攝嘅吼，拍攝會腐錯喎。啊，不過咧檸檬一定係洗槍吼，做乜削嘅皮？比如乜個假乜嘅米線，加檸檬嘅香咪係咪？哦，你啊，你啦叫過，等下搬去看看，等米油吼，味道咧當背來，而家做乜出條？你做乜？而家係按到我乾，你食過嗎？我個人食過，我乾係咩當好食？係 goose liver、duck liver，鴨嘅一乾，哦，我乾吼，佢煎過，佢底下一定會有煉過，有水過，有煉過也係蒜呢，哦，煎到燒糊到底下。唔得變鹽，唔會即係冇一般嚟講唔會變鹽喎，係水果米線嗰啲，哦，好，你要煎你蒜呢吼，你要用湯，做乜溫湯？
得看咯。我糖上水哦，佢做乜加糖哦？吼，佢做乜加糖？我看好哦，做乜加糖啦加汤哦，不给 crispy， 不给上色？crispy， 哎呦哦，金黄色， ，crispy，然后两必上色表面，今天会变一点黄黄的色摸出来，哎，该八大不好。不大本哦，还能不大有一件哦，哦，平常我沙拉油可以煎吗？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哎，我用做唔得咯，观众朋友注意哦，哈，做唔得用沙拉油一煎哦。哦，你沙拉油唔係，又嘅不大油用呢度哦，冇，我哋倒起來，快水吼。等下等，好，一定要用細火，冇經驗是會烏鐵吼。你一落去，你就灌細火，哦，慢慢的煎，哦，煎到該兩面又擦擦，哦，是做得。你強大火其實會出火辣，是會糊吼，等下係成焦糖狀，吼，大家看吼，哇，你一天後選啊冇便宜吼，好，煎到咧擦擦就可以咧， 100分，哦，就可以100分了哈。哎，那你七个人共100分的啦。所以啊，不，猪肉嘛可以嗎？豬排嘛可以哈？豬肉做唔得吼，啊？豬肉做唔得嚟做？豬肉你啊甜的，到豬肉吃起來怪怪，哦，所以豬肉、牛肉可以嗎？做唔得哦，，做唔得。嘿，所以講係胖肉當做會得，嘿。胖肉。哦。哦，哎，表面後面，啊，很正哦。好的，好嘞。好的，你要稍稍木杖哦。哦，不用蛋糕係咪？嘿，哦，真係點蛋糕？哇！一人一小哦。哦。你冇講佢會流體頭嘅湯，你啊，等於冷水攪到嘅湯當杯，基本驚，行家結。而家一天講起有冇便宜？哦，還食嗎？咁冇，還食嗎？要用嘅底排，還要嘅。之前插落嘅用嘅葡萄乾，葡萄乾，嘿，結醬上。佢用加冰嘅，哦，加冰嘅。嘿，好好好，你唔記得吼？我唔記得咧。嘿，幾天汁？遲檢測。葡萄乾。哎呀，媽媽咪呀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沙律，同阿龍哥，哎，我嚟試試。吃到眼睛亮，遊戲規則，喺數十日後太出搶田，兩個人就做關注愛負責問勞動性食材有關係嘅問題，另外一三人就會回答。喺講錯嘅人就做得食到太出做嘅秘密好料理，喺講唔錯，定人家嘅料理就本唔識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分個，以後係一樣。不一樣啦，嗬。誒，本看到啦。冇看到啦，看唔到啦。蒜呢，地圖有豐富嘅維他命 A， 做得預防哪種方面嘅疾病？A 胃瘡，B 木柱，B 冇住，有羊膜，有一樣啦。溫軟邊。A 胃瘡哦，胃瘡 B 係冇住嘛？A 恭喜答錯了。唔係啦，問我，你恭喜答錯，問嘅，係問講啊，係要啦，冇，聽到嘛？好啦，所以吼，遇到做廚師吼，做下嘢，馬東煎炸，像安尼阿龍我做係，哦，生意啊咧，做下嘢生意，不應啦，唔愛呀，你冇睇下擺盤他講啦。這樣係要啦，要數哦，你還要多啲啊？健康係識得，仲冰淇淋用，特別咯吼。哦，你有乜計咯？係沒有那種，反正佢負責分佢頭，軟順哦，試看看，應該唔會。要辣辣啊！人間美味，
完全发到在度，哦，慢慢讲，cái mùi啊，还有一个淡淡跟因为刺米，哦，还有跟因为酸的个健狗，跟因为香米款，要是，做熊体蛮难做呢。我是安尼，那这种单位吼，你破坏利用的感情，咱们准备按的没上个利用的，伊是是按茶的，伊是按好的。好些，那不便宜，当好些。哦，你还没哦，你还咔吱咔吱，你还喊好些。上来现在讲，看到没有？西米讲的嘛，该是西米讲的嘛。我说，现在不严重。然后我是咱们讲，而且他给试下说之前呢，东东有试过家给是这个太快的成品还是各位，是面是真讲好，不过吼，今日家也按唔好这东西，比了食材，我吃做看来真是好食，哦，也唔过我唔记得，礼拜到礼拜我记得收看来呢，房间盛饭好注意，什么大家，是谁？